开啥衣服呢？啊？啊，等吃饭饭嘞。哦，是的，你知道我在这了吧？哎，不得嘞，马上修。就是一直看到大腿，一直长带屁股。那个啥么子家里向噻？瘦肉啊，上天淘到个家里个鸟。张东西在这上面的。哦，那个专用带。对呀。这是个啥么子家？不要有。哎，不得嘞，盘盘呢，烫得嘞那个米。哦哟，哎，那现在你们的四大张回来了，得来你这个安排哪里的嘞？好哟，然后不吃着呢，这一餐多辛苦，啥个道理？啥个意思哈？他们吃得发得了，天下第一美味。苏得了3个水特的，小鸡是飞翔长大1.9米。哼！你看那猴子个灯呢，你屋里向越来越暗在，都上去说啥？那不是比那个更高两天嘛？一拉回不来了。别人讲到屋里向侪有灯在的，只有你。张子也讲更高暗座啊，40包10包，再高54，啊，才过100多个，再一间9个平方，7个平方没。啊是灯开了，你尽量算我说啊。一间房间9米，全部算我，说嘛很正常。你开灯呢？刚才我发觉他做两，我到黑雷里打。啥应该黑雷的？这个根本就没黑雷的。后来再弄一只呢，透气板，一透门一扣住。你开只大灯呢？你看到个大灯开开了，哎，那不是没喊嘛？还好没喊呀？偏弄这个偏弄得上亮。对，我欢喜上亮的。你欢喜上亮，眼睛有问题的啊。你搬进来个辰光是亮的，现在就像越来越黑着。为不亮了？你想哪来呀？讨厌呀！快点上今年个东山新茶吧，那个种烂茶又没喊倒脱着。哎个爷爷们，你还比个？看看也不像哇！这个一个18三，一个83。还是嗨个，你高里还好交半少。那个几多呢？30几块呀？对呀，40块没，对别个拆出来是一样的。哎呀，阿爹才是个大电动的美特那代价。你讲个，把那太人3元化个高脂不用。试过啊，去摸10个。